总统早起到桃园参加中央警察大学的毕业典礼，提出着就任以来为警校争取福利的成绩单，讲保护警校是伊做总统的责任，伊一定是讲到做到。在中央警察大学校长陪同下，总统蔡英文检阅乐仪队家长热情欢迎。蔡总统看起来心情真好，一个入到会场，见到人大声伫相听。警大举办毕业典礼，释博士甲大学部总共537名毕业生。当蔡总统颁发奖牌予各系第一名毕业生，大家就一直欢呼。其中有10个来自印尼、泰国甲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的学生，蔡总统嘛为毕业生代表报税，见证警方的生力军。我要先恭喜大家，排除了所有的困难，顺利毕业。我希望各位也能够把这样的精神投入到未来的岗位上，一起守护这个国家。不只有在电影里出现的才能够是英雄。大家只要对得起身上所穿的制服，就是台湾人民的英雄。那面的蔡总统嘛提出就任后争取警校就医提供社会主体，增加加入等等的福利。也要向各位毕业生家长保证，你们的孩子守护国家，肩负起保障国人安居乐业的任务。作为总统，我也会尽到照顾他们的责任。我的承诺一定说到做到。民进党总统初选的民调从7日开始，蔡总统伫7日除了出席警大毕业典礼，佮要接见美商应用材料公司的董事会，出席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改名的活动，用国情的行程为初选做最后的冲刺。